吃着那么做了呀，需要了呀，俺都那开了钱，他倒是真给那家了呀，俺这里强子皮肉实价做了就呗，俺那讲到的没几个三节去了，他那也不大。养个俺的改革俺的呀，我呢这个的，干部现在这个的，怎么的这个了没毛过学校的，地都差不多的，这个新修的个在开些，俺这里单修都是那么的，俺那俺呢想想呢，看到的，俺都不都。怎么的这个了判断学校的的都上不到的人呢？俺的其实也让我的俺些个，但期间以内这种老家长人了呀，俺都是怎么的这个了判断出来这个，他样样三不人，